Hello，大家好我係阿倫今日主要係分享大家日常睇樓會遇到嘅十大陷阱咁最後3條一定要睇埋，我相信咧會幫你少走唔少彎路，同埋避免踩坑嘅。咁其實大灣區目前咧大環境下開發商啲樓咧係唔好賣嘅，咁加埋如果你由毫無準備咁過嚟睇樓咧，好大機率咧就成為開發商嘅韭菜噶啦。而家啲開發商咧各種套路就等緊你過嚟啦。而且我發現好多香港朋友過嚟呢邊睇樓咧，佢哋自己咧係冇咩判斷、冇咩思路嘅，喺售樓部同埋銷售嘅人員嘅各種畫餅下咧，佢就好容易咧就衝動落地嘅啦。然後翻到屋企咧，再上網查下資料，再發現呢個樓盤咧各方面都係自己唔滿意嘅，咁呢個時候錢又俾咗啦，後悔已經嚟唔切噶啦。咁今次要講嘅10大注意事項同埋陷阱呢，我相信所有開發商同埋 agent 咧都係唔會同你講噶啦，我講出嚟咧應該都會得罪唔少人噶啦。咁睇下自己以前睇樓有冇中過招啦。咁記得點個讚同 like 支持下。好啦，咁講翻第一條咧，區位圖陷阱。如果你以前睇過樓咧，你回想下你以前入到售樓部嘅第一時間，銷售員係咪會從問你邊度嚟咧？對我哋周邊又熟唔熟悉？咁好多朋友咧都會講咧，就自己從香港過嚟嘅，對呢邊咧就唔係好熟悉啦。咁其實呢個時候咧，你已經中到開發商嘅第一嘅陷阱中噶啦。開發商咧就會同你講自己呢個項目咧周邊咧有各種規劃、各種利好消息咁，不停同你輸出洗腦，然後咧項目咧又會整喺成個區位圖嘅中心點，再同你講去到邊度都方便。行幾耐咧就可以到我哋周邊嘅各大商場醫院地鐵站由於各種配套咧就喺自己樓盤隔離，等你想象自己以後住喺呢度咧有幾咁方便，生活有幾咁美好，直頭等你有種住喺地球中心嘅感覺啦。咁其實好多實際情況咧就唔係咁噶啦。行出售樓部先知道，原嚟銷售人員所講嘅各種大型商場、醫院都係喺幾公里之外。如果唔係揸車咧，根本咧就要行到腳都跛埋噶啦。所以咧一定要自己行一行周邊，真心感受下呢個距離，眼見為實，咁咧先會安心。好，咁講翻第二條沙盤陷阱啦。咁沙盤咧主要咧係展示樓盤咧佢嘅樓間距綠化同埋小區內部配套咧各種優勢。咁好多不利因素咧例如垃圾房啦、變電站啦、高壓線啦、高架橋等等咧，呢啲咧就唔會喺沙盤上咧就整得好明顯嘅，往往咧整得好細微。咁細到咧你根本唔去問咧就唔會揾到喺邊度噶啦。銷售人員咧佢哋當然都係揚長避短咧，唔會主動同你去提嘅呢啲不利因素噶啦。所以自己一定要咧要去問清楚、睇清楚，問佢呢啲不利因素咧喺咩位置，會唔會話就係自己要買嘅一層樓嘅樓下？因為呢一點咧非常之重要嘅，係影響到以後嘅居住感受嘅。好，咁講翻第3點，樣板房陷阱啦。咁樣板房咧係好多朋友第一次嚟睇樓咧就買嘅原因之一嚟嘅。開發商咧會將樣板間咧整到又大又靚，等你睇到之後咧就十分之上頭噶啦。咁樣板間咧係客戶可以最直觀感受到嘅嘢嚟嘅啦。開發商咧係會花重金去打造嘅，等你覺得呢個單位咧點睇點舒服，都係為自己量身打造噶啦。咁其實呢邊嘅門路咧就好多嘅例如樣板間咧，佢好多房間咧全部都係唔裝門嘅，同埋咧啲家私咧都係用啲偏細嘅微類家具做淺嘅衣櫃同埋做短嘅床，等你形成一種錯覺，覺得呢間屋咧好舒服好闊落。其實實際情況咧就唔係咁嘅啦。你一定要自己睇清楚量一量，如果自己以後咧買啲正常大細嘅家私家電咧，間屋咧會唔會擺得落咧，就形成咧好窄嘅情況，一定要注意。咁第4點，價格優惠的陷阱。當你睇完樣板間好中意好心喐，但係咧猶豫不決嘅時候咧呢個時候開發商咧就會同你上呢個價格優惠嘅套路啦，各種節假日限時優惠、員工價、內部價、團購價，五花八門，你聽都冇聽過。咁呢個時候咧就要理性就唔好衝動。正所謂羊毛出喺羊身上，越平嘅嘢咧就越要小心啦。咁如果避免呢種情況出現咧，開發商目前嘅情況係點樣咧？層樓有冇話抵押俾銀行，或者係開發商有冇話準備腳狗脆走佬咧？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咧中介嘅作用咧就非常之重要啦。如果呢個中介有良心咧，佢就會告知你呢個開發商有冇話債務糾紛，同埋呢一拍特價房咧點解咁平，係咩原因咧？因為而家好多開發商咧資金問題，工地停工咧，咁呢個時候咧就真係好需要我哋自己仔細去判斷啦，同埋有良心嘅中介俾個意見咧，都係十分重要嘅。第5個，開發商售樓人員嘅選擇。雖然佢哋嘅內部人員咧都係受過專業嘅培訓，但係同樣開發商咧會對佢哋有呢個業績考核嘅。咁有啲人咧可以話避免唔到啦，就為咗衝業績咧就不擇手段啦，各種套路我哋啦，為咗成交。
所以咧我哋要選擇咧就比較老實嘅，而且佢哋內部嘅銷售人咧流動性係好強嘅，可能佢今次咧達唔到開發商嘅業績考核，就俾調去其他樓盤啦。但係你已經同佢買咗啦，你手頭上好多業務咧，以後都係需要去跟進去預約嘅。咁由佢同時去對接咧，咁你唔係跟人哋買嘅，人哋自然咧就唔會咁上心嘅啦。咁當然啦，你有個負責任嘅 agent 咧，以上呢啲咧就都唔係問題嘅啦。第六點，品牌開發商嘅選擇。嗱，目前嘅環境下咧，我哋優先選擇上市公司國企央企嘅現樓項目。嗱，咁上市公司呢啲咧，質量好啦，信譽好啦，資金有保證啦，最緊要咧係買咗之後爛尾嘅風險都細啦。同埋如果俾錢之前咧，一定去現場睇睇有冇五證二書。如果冇呢啲嘢咧，呢個項目再平咧，千祈都唔好掂啊！好，第七點，優質物業嘅選擇，我哋要避免入手小產權樓梯房或者係市中心已經10幾年嘅舊樓呢啲產品，又或者係呢啲遠郊大盤呢種物業。呢種物業嘅流通性咧係非常之差嘅，未來咧已經係慢慢喺度淘汰緊㗎啦。入手呢啲物業咧，你先唔好話升唔升啦，以後咧連轉手都係非常之困難嘅。第八個，地段價值交通、商場、醫療最基本嘅配套咧，你最少咧要佔2樣。如果呢個項目咧一個都唔佔，咁你就要謹慎考慮啦。因為如果買咗之後咧，大機率咧呢層樓咧會爛喺你手裏邊，以後你想出手咧，或者係以舊換新咧，都會非常困難嘅。你要記住，樓始終都係商品，只要係商品咧，就要遵循市場嘅一個供需關係。記住，貴有貴嘅道理，平咧係一定有平嘅原因嘅。你而家買得平，將來買得一定平。買得貴同樣嘅道理。好啦，第9點，選擇專業嘅中介。大家過嚟睇樓咧，基本上都係有 agent 帶嘅。咁大家一定要選擇有良心嘅 agent。好多 agent 咧會為咗高佣項目不擇手段咧同你推銷呢個產品。我哋咧係可以相信 agent 嘅，但係咧係唔可以迷信 agent 嘅。一定要揾一個負責任同埋專業嘅，而唔係話佢靠甜言蜜語咧去打動你嘅。咁咧真係要避免自己去買到呢個垃圾產品啦。好啦，咁講翻第10點啊，衝動係魔鬼。打工10年買樓一場空，好多街坊咧都係抱住翻嚟大灣區呢邊過嚟呢個低消費高質量嘅退休生活。但係我發現咧，好多人過嚟睇樓嘅方式都係錯咗啦。你嚟咧就唔好參加所謂嘅1日團嘅睇樓團啦。你從上車到落車再睇完5間，其實咧對周邊都唔係好熟悉噶啦。其實而家咧你揾個 agent 去關口接你，跟住去周邊睇下環境，再去睇樓，可以好清晰咁樣了解到所有資訊。或者再自己過嚟住翻2日3日，去慢慢考察，咁樣咧再做謹慎嘅選擇，咁咧就唔會話買到自己唔中意嘅樓啦。等你落咗訂再去退訂，咁呢個時候咧已經慢咗啦。好啦，咁我以上所講嘅10大陷阱雷區咧，如果對你有幫助咧，咁記得點個讚，俾個 like 我啊！咁繼續訂我，下期帶你繼續排雷，避免踩坑。